歡迎我哋各位嘅來賓，我哋各位嘅傳媒朋友，各位嘅影迷，歡迎大家嚟臨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嘅開幕典禮。首先咧，好高興今日喺度見到大家，冇你哋嘅支持，香港國際電影節冇可能行到第49年。大家注意啊，49，出年就50週年，喺度衷心咁多謝大家參加電影節，希望你哋享受未來呢12日嘅香港國際電影節。多謝大家！我哋嘅掌聲唔好俾佢停啦！我哋有請焦點影人古天樂先生。古生作為今年嘅焦點影人啦，有啲咩 tips 可以喺呢度同我哋分享，俾我哋新一代嘅影人？我覺得敢於嘗試啦，唔好太過固步自封啦，係啦。尤其是而家 AI 咁成功啦，咁我覺得可以試下用啲唔同嘅 AI 可以配合，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創意工業出嚟，包括電影。好啦，跟住落嚟，我哋有請我哋嘅日本著名女演員安藤櫻嚟到我哋台上咧，同我哋傾下偈嘅。私すごい香港の映画が大好きなので、香港映画の近くにいらっしゃった皆さんは自分の過去の作品を見てどんな風に感じ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をシェアできたらいいなっていうのをそれを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す。我哋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第一部開幕電影《懺悔有時》嘅導演中島哲也。プロの俳優と、素人ではあるけれどもものすごく魅力的な障害のある子どもたちとの演技の対決を見ていただいて、どちらが魅力的であったかを映畫を見て判断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僕は嬉しいと思います。接住落嚟，我哋有請第2部開幕電影《耀南凡世》嘅團隊。呢一部電影做採訪嘅期間咧，就發覺到呢個社會嘅問題，咁我哋就揾咗香港嘅團隊構思同埋籌備呢部電影。好啦，我哋香港國際電影節咧可以成功咁樣舉行啦，實在係有賴大家嘅支持㗎。好喺呢度咧，亦代表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咧，衷心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及咧文創產業發展處嘅鼎力支持㗎。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我哋嘅開幕典禮已經係圓滿結束。4月10號至21號一齊支持我哋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